如果你決定要我生，我就決定以後好好做人；如果你要我死，就俾我見翻屋企人。爸爸，人死咗之後會去邊㗎？我都唔知道嘅Melody。咁乜嘢係鬼啊？有人話鬼係啲死咗嘅人，因為唔捨得在生嘅人留咗呢個世界度冇走到；又有人話鬼係在生嘅人唔捨得啲死咗嘅人想像出嚟。爸爸，你信唔信呢個世界有鬼啊？講啊！3號幹線長沙灣出口撞車啊！叫白車啊！兩大兩細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嗰日係1998年11月11號，我盲咗。爸爸再冇辦法話俾我知，信唔信呢個世界有鬼，因為佢死咗。爸爸死咗1年，媽媽仲係好傷心，晚晚瞓唔着，彈住爸爸最中意嘅歌，但每次彈到一半，就喊到彈唔到落去。媽媽唔好喊啊！好掛住爸爸，咁耐個心仲係好痛，好痛。我咁細個可以做得啲咩？我希望世界有鬼，媽媽可以見到爸爸。時間過得好快，眨眼10年啦。我喺大學讀緊文學，希望將來做作家。呢10年，媽媽就重返校園，讀完一科又一科。爸爸，我又攞冠軍啦！老公，我畢業啦，媽媽又考多一個 PhD， 好叻啊！媽媽，唔好喊啦。估唔到10年都仲係咁傷心。時間冇沖淡一切，我已經長大，一定要諗辦法幫媽媽。媽媽 ，sorry 啊，媽媽瞓唔着。媽媽，我想寫一本小說，係關於我哋嘅。小說嘅世界會同現實相反，
爸爸冇死，但係盲咗，我哋就死咗。小説嘅世界會有鬼，我哋不如一齊將爸爸喺另一個世界復活啊！嗰次車禍，爸爸盲咗，我哋就死咗。爸爸好掛住我哋，好想呢個世界有鬼。爸爸得返一個人，又盲咗，我想俾個菲傭照顧佢。就叫 Maria。Maria 唔好咁靚喎。Maria 唔靚又驚鬼，俾多隻狗仔陪爸爸，好啊，Oscar 就變隻狗仔返嚟陪爸爸。媽媽就返嚟煮飯俾爸爸食。小説可以滿足睇嘅人嘅夢，寫嘅人可以面對自己嘅夢魘。我希望寫小説可以治療媽媽嘅傷痛，可以幫我哋同爸爸再重聚。講啊！3號幹線長沙灣出口撞車啊！有，兩大兩細，快啲叫白車嚟啊！嗰日係1998年11月11號，我盲咗，亦都再聽唔到我老婆同仔女嘅聲音。我冇辦法話俾 Melody 聽，我信唔信呢個世界有鬼，因為佢哋死咗。時間過得好快，眨眼1年，有個叫 Maria 嘅菲傭照顧我。我最多去嘅地方係墳場，最希望呢個世界有鬼，老婆仔女會返嚟揾我。Maria， 點解死嗰個唔係我I don't know 啊，Sir。咁啊，邊個決定邊個死啊 ？Maria， I really don't know 啊，Sir。Maria， 有冇咁多諗佢哋？冇啊，Sir。可以啦，我哋走啦。I'm so scared。你見到佢哋就話我知。Maria， 我要寫本小説，小説裏面咩都可以發生。我要呢個世界有鬼就有鬼，阿嫲、Melody 同 Oscar 就可以翻嚟啊！我哋可以一家團聚啊！開爐，抽油煙機着，開燈，老婆返嚟。
人同鬼就好似一個銀幣嘅兩面，命運之手將個銀幣一拋，公字不停咁交替。當翻到一面嘅時候，另一面永遠喺佢嘅後面。人鬼殊途，陰陽永隔，呢種傷痛無休無止。Maria，你咁夜喺度煮咩啊？阿 Sir，咁夜煮乜嘢啊？Sir，你終於識得餸啊？哎呀，係啦，鬼煮餸，你個老婆死咗，仲掛住翻嚟煮飯你食，人死咗原來唔係咩都冇嘅。唔係好事嚟噶。呢幾日留意下有冇自來狗，係你個仔嚟噶。你個仔啊，做狗都要翻嚟陪住你啊！外賣啊！嚟呢度啊？幾多錢啊15蚊啦。嗱，唔使找啦。咦？我份蛋治咧？點解咁多嘢㗎？我淨係叫咗份蛋治啫噃。啊？